多啲啊 ，method acting。今次試咗係 work 啦，我覺得都要啦。咁但係唯獨是係真係自己個心理調節或者自己個健康狀態要調節得好，呢個係真嘅。因為你冇咁樣嘅底咧，去進入一件咁樣嘅事，你好容易會走歪嘅。其實係啊，即係我哋個個都係演員，我哋好中意情感噶嘛，有時情感度我哋會留戀咗情感噶嘛，咁就唔得咯，係啊。咁啊 Philip 咧，同樣都係喺九龍城寨之圍城入邊，你有冇啲挑戰啊同埋困難嘅？你最後點克服啊？冇啊，好容易演㗎。講笑啫，嗱咁啊，其實咧嗱，做演黃狗呢個難度係乜嘢咧？咁啊，某程度係有啲浮誇嘅。咁啊，不過咧你太浮誇咧就變咗好唔舒服。你唔夠力咧，就變咗冇人記得。咁啊，點樣去克服呢件事咧？咁要信個導演咯。你要好清楚，要好信個導演，同埋好相信佢好清楚呢部戲入邊每一個場面你應該要做啲乜嘢。即係可能呢場戲咧，我要做多啲；呢場戲要做少啲。不過喺我思海度，我冇嗰個成部戲剪晒出嚟噶嘛，係佢有啊嘛，所以就靠佢去帶咯。咁啊，第二個憂慮咧，就係因為打嗰方面啦，始終係打片，咁始終我自己對自己打嘅場面都有要求嘅，即係人哋 know me 都係 for 即係銀幕上嘅搏擊。咁啊，我就比較喜歡咧，就係80年代、90年代嗰啲硬橋、實橋、硬橋硬馬嗰種打法。咁啊，我見到阿 Kenji 度俾阿古老闆同埋阿大哥大嗰啲咧，就係我中意嗰啲啦。咁跟住佢度俾我嗰啲咧，就古靈精怪嘅。即係咁，我古靈精怪唔緊要，不過我希望古靈精怪得嚟咧，都係有翻個功架同埋有翻個力度。咁啊 Kenji 係一個好嘅動作導演、武術指導。佢唔單止識同導演溝通，點樣去製造個畫面出嚟，可以 fulfill 到個古仔個要求。佢仲要識幫個演員去度，即係每一個演員嘅長處短處佢都知道晒。咁 through 我同佢嘅 discussion 咧，就我哋諗 create 咗一啲嘢出嚟，係古靈精怪得嚟都有力嘅。咁啊就即係都我覺得出嚟嘅效果係成功嘅。有冇剪咗好多啊？咁但係嗰套戲咧原本係3個半鐘頭嘅。咁啊，而家剪到2個鐘頭啦。其實咧，我哋每一個角色都犧牲咗好多㗎啦。咁啊，即係喺無論係文戲又好，打又好啦。咁啊，有好多畫面我睇個 final cut 嗰陣時見唔到，都係有啲可惜嘅。好似佢跳舞嗰場咁樣，幫我哋成好多場，好多場都跳。係啊。咁啊，整翻個加長版 battle 下啊嘛。好啊，我有㗎。好啊，睇下可唔可以 release 佢先。唱 Monica。冇剪到啊！喺套戲入邊啊！好啊，咁我哋我預備嘅問題又到呢度啦，我又可以開放俾觀眾可以問一啲問題。好啊！look forward。係我揀嘅係咪？你叫我揀啊，係啊。我真係就咁好啊，呢位。想俾個乜嘢？嚟啊！係咪要個咪啊？唔係聽到。但是騙劇。是這樣的，是我最近在看的是那個台北異想裡面，就是您作為一個導演去拍攝蔡明亮先生，所以我覺得很有趣。我想知道您作為導演的時候，您是怎麼去考慮選角的問題，會怎麼去考慮主角啊配角的選角，以及你導演和被拍攝的那個身份有什麼不一樣？然後是因為你也很喜歡跳舞，所以才會去拍攝蔡明亮導演他自傳那個跳舞的部分。那個是主要想要拍陸姐陸一靜那個咖啡店要關之前的那一個晚上，對，所以因為蔡導演跟我們認識的時候都是在那一間咖啡店，所以當陸姐要關咖啡店去當演員的時候，大家就哇，他關了，我們就沒有好咖啡喝了，所以我們就很懷念那個味道。就後來有機會，有了這個資金，我就拍了那個自傳，對，也順便把羅曼貝的舞蹈像手沖咖啡的那種感覺一樣。就這樣繞着圈圈這樣子，對。
係咁其實然後蔡導就是我硬把他拉出來，因為他就是跟陸毅靜有那個在咖啡廳的那裡面的感情。咁其實嗰個作品咧，主要都係想拍翻陸毅靜陸姐咧，即係佢嗰個開嗰間 cafe 係要即係停止營業啦，要關門之前嗰個晚上，咁就去嗰度拍，係啦。咁所以其實就係即係因為當時佢就決定啦，佢要去做演員啦，咁所以佢就索性可能就唔再做咖啡店嘅生意啦。咁我哋就非常之唔捨得，同埋都好懷念嗰個咖啡嘅味道啦，係啦。咁譬如話頭先你都即係講到就係，亦都好似一個手沖咖啡嗰種咁樣嘅感覺嘅一啲律動喺裏邊，係啦。咁總之就非常之懷念嗰個咖啡，係啦。我想問一下，菲利就是之前12時一直在讀菲利的一些影視作品，然後在看《讓让茶叶站》的時候，有一句台詞是對傑西演的角色說 "No pain 不痛"，然後就是也有一些之前人做武術指導的嘛，然後還有受傷的時候會不會也會對自己說不痛啊之類的？喂，到你啦，到你幫我翻譯啦。簡單啲整理就係其實佢基本上佢記得你即係戲裏邊有啲對白啦，咁同埋係即係佢有啲對白作為一個武術指導係啦，咁即係你自己都會有受傷嘅時候嘅，咁你會唔會都好似嗰個對白裏邊講就話唔痛嘅，即係會唔會都覺得係冇問題嘅唔痛咁樣咧？哦，痛就一定痛㗎啦，因為我人嚟㗎嘛。不過咧，我好相信一句説話，我到而家都講嘅，我到而家都係好相信嘅説話就係 pain is temporary。That's right, ladies。即係咩意思咧？因為我做動作演員嘅，其實我哋點都會，因為我哋拍戲咧個目標係乜嘢咧？係 capture 一個 moment，可能以後都 capture 唔到嘅。我哋人哋唱歌又係，佢哋喺個錄音室入邊咧，佢想錄一首歌，嗰個 moment 係永遠都 capture 唔到嘅。咁我點樣去追求嗰個鏡頭咧？就要重複。咁啊，因為我哋個行業咧就牽涉有少少危險嘅。咁啊，好多時都會受傷。咁啊，不過受咗傷之後，例如我啱啱6月俾架車拖到成嚿肉都唔見咗，要開刀又要填皮嘅聲。咁嗰陣係好痛苦㗎，係好唔開心㗎，係痛㗎。不過我知道拍出嚟嘅係永遠，同埋感謝主之後好返，可以繼續拍戲咧，已經 OK 嘅啦。所以咧 ，pain is temporary, film is forever。好，係咁多。那我作為一個人，當然也會感受到痛苦，會覺得很痛苦，所以就是pain is temporary, love is fame is forever。那作為演員拍戲的時候，當然也會受傷。那比方說，我們要拍一場唱歌的戲份的時候，我們會拍一個最好的、最完美的，我們要不做那一刻那個 moment。所以就是那個鏡頭就要不斷的重複又重複，我們要重複去拍，去盡善盡美。所以就是我們拍戲的時候，我們當然就是在我們的那個崗位裡面也會有危險，也會有受傷。比方說我在6月的時候，我在被車撞，然後當時我要進行一個手術，然後我就是那皮都脫掉了，就是非常的痛。但是就很感謝主，因為我最後都已經康復，然後也可以繼續出來拍戲，所以就是我一直強調的就是 pain is temporary, fame is forever。嗱，不過咧嗱，再補充一下先，因為我媽喺度啊，所以咧我每次受傷咧我都唔想俾佢知道嘅，咁啊就即係最痛苦係呢樣嘢啦嚇。我補充一點，就是因為我母親也在，所以就是每一次我受傷，我都不想她知道，不想她擔心，所以就是這個很痛苦。即係讀氣氛。嗱咁嘅嗱，我有個造型之後咧，同埋知道自己咁即係有啲咁浮誇嘅笑容啦，同埋個演繹嘅方向又比較浮誇啦，我要諗下點解咯。因為套戲入邊唔係個個都咁樣噶嘛。咁啊，我點解喺呢個故事入邊可以生存同埋可以做咁浮誇咧？咁要諗個理由。我第一個理由諗咗俾自己就係黃狗係可能比較自卑咯，反而
咁啊，因為以我經驗咧，好多時都係自卑變自大，因為我覺得自己好細好少，我就好 desperate 想俾人知道我嘅存在，咁我可能會好大聲笑啊，着啲衫又好 loud 好大聲嘅，即係做啲嘢出嚟好浮誇，係想俾人知道自己嘅存在，即係就反而就我會用呢個方向嚟去演呢個角色咯。对不起啊，就还是问吴宇龙的问题。就现在大家都说香港电影已经死了，然後你覺得怎麼樣才能夠吸引觀眾繼續看香港電影？我們的香港功夫電影怎麼樣才能繼續發展下去呢？嗱，我咧其實我聽得明你講乜嘢嘅，不過唔係聽得好清楚，所以問一問你先。所以係佢就話即係而家好多人都講話香港電影已死啦咁樣，咁其實你即係我哋仲喺度啊。咁你係啦，咁你作為即係演藝一份子，咁你覺得有啲咩方法可以令到啲觀眾都入翻戲院睇電影咧？可以拍多啲好戲咯。咁啊，同埋一樣嘢就係好簡單一樣嘢就係呢個係個生意嚟嘅，我哋做呢樣嘢係生意嚟嘅。觀眾入戲院支持我哋嘅戲，咁啊嗰類型嘅戲咧，啲老闆知道賺到錢啦，佢就會擺錢落去㗎啦。咁啊，同埋都有第啲有啲 factors 要諗一諗嘅，例如即係個 budget 啦，因為拍功夫片係好貴嘅，即係有時我哋拍戲咧，可能一日嘅時間拍到2分鐘用到嘅 footage 嘅啫，咁啊所以要多錢同埋多時間，咁啊呢個係一個憂慮，啲老闆未必想投資咁多錢落去，一個風險。咁啊不過如果我成功地可以拍多啲電影，例如好似《九龍寨之圍城》一個動作片，都可以收到咁好嘅回報咧，咁就希望啲老闆就會多啲俾機會我哋拍多啲功夫電影。就是我覺得解決的方法就是拍多一些電影，就是畢竟就是電影也是一門生意，所以我覺得就是如果觀眾能夠入場支持的話，老闆也會看見，然後就會願意投資。但是當然就是比如說我們拍功夫片的話，就是非常貴，它的預算也是非常昂貴，所以就是比方說我們拍1天的戲，可能最後剪出來只能用2分鐘，在熒幕上你看到的就是2分鐘，所以就是